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红工，因用疼心来教示、教导细囝，互阮的心常常刻无你的话语，互囡仔甲大人拢伫真理内中成长，成做你疼的见证人。愿主日的教育继续荣光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请咱闭眼心，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上主应当受称颂，伊毋捌拒绝咱的祈祷，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咱。敬畏上主的人，遵行
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圣诗183首，上帝是我天父，起立来吟。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大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伊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大边，伊要开甲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土，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界高土，启应文第8篇，诗篇第23篇，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用。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行经过死荫的山道，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你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请咱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主日记着主日，伫这特别的日子，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细汉的时，就拣选阮做你的学生，互阮一生会使对主的脚步来行。也感谢你使阮安全富裕的生活环境，互阮会当快乐平安的学习甲成长。总是不管伫家庭、伫学校，也是伫教会中，阮常常会袂记你的教训。有时交通自转，有时无听父母也是老师的讲话，有时平淡无够努力，有时受自保无受到别人感谢，这个拢是我的无教养。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也恳求你教示我。自细汉的时，就会晓常常祈祷、困读圣经，互你的话语加上阮人生的引传。伫学校做一个好学生，见证主的名；伫家庭中认真追求真理，做一个体贴后生。
头父母欢喜伫教会中认真追求真理，做一个阳光上帝的囡仔。向上主听我祈祷，互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歌队甲主席学要用教会来带咱学乐。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咱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圣经马太福音14章20到33。耶穌隨時變門徒就盡，先過去對面花，伊家己留佇解散本將，本將死散了後，伊家己就散佇倒。天暗的時，伊有家己一個弟兄，迄時陣已經離花真遠，因為疾風予伊刮來刮去。天要光的時，耶穌佇湖的頂面，門徒兄行去，門徒看到伊佇湖的頂面要行，真着驚，講是鬼，伊驚甲大聲喊出來。耶穌隨時甲因講，安心是我，毋免驚。彼得因講，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耶穌講，來，彼得就對船頂落來，行水面去耶穌遐。彼得一個看到風哈爾大，就驚甲差尾沉落去，大聲喊，主啊，救了我！耶穌隨時伸手甲伊抾下，講：小信的人是安怎要釣伊？伊就準風就減去，船頂的人跪落去拜伊，講：你真正是上帝的囝。王牧師要用我靠主成就大事來證道。咱即時做伙參加後來祈禱，先來做上帝，阮感謝你，因為你豐富的恩典，互阮會當同心來敬拜你。今日特別是主日的主日，我也看見小朋友因升級的過程中間，也看見上帝你的恩典，甲因做伙相甲同行。也保護因佇人生每一擺的風險挑戰的過程中，也平安佇遐來經過。願上帝恩典祝福阮大家，願安尼祈禱，屬奉主耶穌的聖尊名求，阿們。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歡喜，咱今仔日做伙相甲一齊來敬拜上帝。我是立憲教會的王豐榮牧師。今仔日是第一擺來咱的獨賢教會佇遮講道。也照着咱中會的好意，和牧師甲國神牧師，阮兩個人會當佇遮來交換。來遮熟悉幾個咱的會友，我過去佇新營教會服侍，所以有拄着費如老師，伊過去嘛佇新營教會參加咱的雙聯大學。還有張碧英老師，還有張立夫牧師的媽媽的個別些，嘛是佇咱獨賢佇遮來主辦主賢，所以牧師也來甲咱的獨賢教會，嘛熟悉着賴貝峰長老。過去阮佇嘉義歡樂教會時，賴長老因全家也時常來甲咱的嘉義中會歡樂教會佇遮來服侍。所以這是我甲獨賢教會一寡小小的連結。特別今仔日聽見咱的小朋友講台語講了好無？好，真好啦！我想要叫大家拍聲，大家小朋友來鼓勵啦！哇，我今仔日於娟牧師有甲我提起講，可不可以參差一些華語、國語啦？我講恁台語應該聽了袂歹啦。毋過為着要互小朋友一寡部分因能理解，所以我會放一寡咱的華語，會佇遮甲大家佇遐來分享。今日是咱的總會的教會社會奉獻主日，上次也是咱的升級禮拜。今日咱看見咱的教社部，咱的教社主日是對佇咱的長老教會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一個事工。咱看見咱的教社部、教社委員會，伊關心多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我們就請小朋友念給牧師聽，好不好？第一個是什麼？公益和平，關心社會議題，追求上帝公義的實現。等下這4點都請小朋友來念好啊。第二點是什麼？永續環境永續的推動，去它減速。好，第三個。
个社群关怀，关心移民、难民、外籍移工等弱势团体的需求。咱的总会委员会其实伊做足侪代志，对伫咱伫过去戒严的阶段，咱看见咱的长老教会真关心弱势，真关心即个政治的发展。到戒严了后，咱看见咱的教会也犹原真关心即个社会变化。所以对于第一点公义和平，一直是咱长老教会甲别个教派无共款的所在。咱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公益教会，可能因真少讲到这个社会议题，所以这是咱长老教会的特色。第二项，咱讲到永续环境的发展，特别咱最近真注意，就是讲到底咱是要永和还是反和？其实我想，大家人拢有无共款的一个想法，但是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咱希望咱的环境是会当永续发展，意思就是永永远远，拢会当互咱的环境会当伫遐来继续。第三项，咱嘛看起，咱即摆的灾害非常的严重，忽然间的强降雨了后，真侪所在就会淹水，所以咱嘛看起最近顶个月份伫台南。台南中会、嘉义中会，伫海岸的真侪教会，就受到真大的灾难。所以咱的委员会也时常来去家己关心，特别咱来起做一个韧性的部落、韧性的社区。啥物是韧性？就是沦陷啦吼。小朋友教老师读一摆叫做沦陷。啥物是沦陷？沦陷就是讲，虽讲咱真软弱，但是咱袂互即个危险甲咱拍倒。咱是有迄个强韧的一个生命力。第四项，咱嘛看起咱的教会真关心弱势的团体。过去咱会关心残障、关心妇女，但是伫即个时代，咱看起咱有真侪移民、移工，也是真侪甚至是难民，也是香港来甲咱台湾的真侪兄弟姊妹，这拢是咱关心的一个对象。然后咱嘛看见咱的中会真特别，最近在讲到童子军，唔知影咱会友敢有捌参加过童子军的训练？我想咱伫国小、国中、高中牧师嘛捌参加过童军训练，牧师还是行义童军的队长啊，连队长。所以咱看见伫咱的教会嘛推动即个童军活动的过程中间，其实即个童子军伫100当前，即个贝登堡爵士，伊嘛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伫英国的童军活动是甲教会连结做伙，也互即个青年人会当踏入去即个户外的户外的活动，甲人建立一个有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即张相片是咱伫乌日教会。才会参加的兄弟姊妹在打旗语，古早无手机只有电报，所以伊用这个旗语来拍出这个信号来沟通。然后咱最近也做一个后盾计划，我特别要讲后盾计划，可能听无啦吼，人讲是后山，后山也是靠山的计划。讲到即个灾害应变的一个训练内面，咱知影最近无论伫迄个天灾地变的过程中间，透过即个计划，要互教会拄着危险、拄着灾难，也是兄弟姊妹忽然间心脏停去，需要急救，需要来 CPR， 也是用即个电击的时阵，咱的兄弟姊妹，拢有即个基本的一个材料。会当去甲人急救，所以咱的教会也真强调即个部分。不望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危险的时阵，毋是等别人甲咱救，是咱嘛会当去救别人。所以以上就是咱的总会、教会、社会委员会最近咧推动的事工，咱嘛会当做伙伫遐来关心。今日上时也是咱国营教会的成立礼拜，大先要恭喜咱每一个小朋友。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真欢喜的代志。唔知影咱咧生国小的小朋友会不会很紧张吼？咱敢会记得咱第一摆去国小上课的经验无？咱知影可能有的小朋友拢真念妈妈啦吼，有的小朋友就激动，感觉我足欢喜的，我会当进入伫一个新的环境伫遐来上课。
可能明仔载新闻报道就一定有即个画面，然后足侪爸爸妈妈特别因为一个国小的外口窗仔边，即个爸爸妈妈拢会伫遐看，看阮的小朋友第一天上课的经验。所以我就回想我过去我是我的爸爸是牧师，阮捌伫理工教会牧会，所以我国小一年级是伫理工国小伫遐来读册。迄个时阵，每一天爸爸拢会骑奥多摆载我去学校上课。咱看见理工教会甲理工国小大概700公尺，爸爸逐工拢甲我载，迄是大概40当前的代志啊啦吼。然后我的导师是理工教会会友，伊就知影牧师逐工咧载囡仔上课，安尼毋是办法，伊就甲我的爸爸讲，你爱互你的囡仔训练伊家己行路去学校上课。国小一年级，当然这是40当前的代志，然后即马可能咱较无方便，互囡仔家己行路去学校上课。所以爸爸伊就骑奥多摆对伫后壁，慢慢看我平安行到学校，伊较即个较骑奥多摆转来。迄时阵我拢会哭啊，讲我会惊，特别要过迄个马路，我会记得我国小1年级要过马路的时阵等足久的啦吼，因为毋敢行过去。足惊所以透过爸爸伫遐咧甲我训练的过程中间，我嘛豆豆家己会晓习惯，家己行路去学校。所以咱看见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咱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挑战。所以今仔日牧师也要用这段圣经节，耶稣行伫水面的这段故事，要教咱的小朋友做伙伫遐来分享，咱的人生要安怎伫遐来突破。咱看见伫即段故事内面，特别即张图即个画家画了真传神吼，讲伫黑暗中间，透一个发光的物件行过来，若是你就行到皮皮喘啦吼，透可怜，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2000年前即个画家所想象，即个耶稣行水面的一个图片。所以咱看见伫圣经伫即个四福音书的过程，咱看见真侪新约，伫即个耶稣行水面的前一个新约是倒一个新约？是5饼2鱼，耶稣用5块饼2尾鱼，然后变出来，互5000人伫遐来食饱。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震撼啊！透可怜一个人有法度变出遐尔侪物件，互众人伫遐来食饱。所以第2个新约基书内面，咱看见耶稣行水面。所以当耶稣传福音去暗了后，甲遮个兄弟姊妹拢请因倒转去了后，伊就爱学生赶紧过船来到对岸，然后阁有下一日的服侍。所以迄个时阵，耶稣真奇怪，伊无上船，耶稣伫岸边，伫山顶伫遐来祈祷。所以咱看见讲，行规暗暝船了后，已经行几啊海里。忽然间暗时大风涌起来，即个风涌真大，即只船亲像要沉落去共款。暗时耶稣可能伫岸边，看见即只船，这学生足紧张、足危险的，所以伊认因，所以耶稣就赶紧行，毋是行伫路面哦，行伫水面。去到温度遐，所以咱看起会当甲即个5饼2鱼的新约，甲耶稣行水面的新约连做伙，但是伫即个时代，可能你若拄着的，感觉讲这是真特别的一个新约，讲非常的震撼很有震撼力。耶稣竟然会当行伫水面，所以我就在想，今仔日牧师敢有法度行伫水面？有啦吼，我拿冲浪板。即个万里即个东北角拢有真侪即个冲浪，咱若行伫水面就爱靠着即个水上摩托车，也是滑水板、冲浪板，咱靠咱行伫水面。但是今仔日2000年前，耶稣行伫水面，how有可能呢？所以伫即段故事内面，我掠着3个真重要的3句话，望咱的小朋友会当家背起来。放伫你的心内第一句话，我们一起说：耶稣说，放心，是我，不要怕。第二句，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第三，彼得说：“主啊，救我！”相信这三句话，你伫你的人生中间一定爱讲这三句话。第一句话，咱要听去讲，放心，是我唔免惊。当你足惊吓的时阵，望你会当听到耶稣甲你讲这句话，放心，是我唔免惊。然后咱嘛要学习彼得，亲像彼得的信心讲，主啊，若是你，嘛请我对你行伫即个水面。第三句话，当咱遇到危险的时，惊吓的时，你一定爱讲，主啊，救我！咱做伙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安尼话敢有效？敢若无效吼？有效无？有啦，当然有效啊！你着真正无法度啊，无撇步啊，当然只有祈祷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所以咱看见第一句话内面，咱看见放心，是我毋免惊。咱看见耶稣要伸出手来牵治咱的人生。所以咱看见学生经验着即个加利利河，即个海涌真大的暗暝，亲像即个鬼怪。拄仔讲，即个小朋友在读即个台语的时阵，读了足趣味的啦，很有画面感。我是看到鬼是无？咱看见亲像迄个鬼啊，要甲遮个船来吞落去一样。咱捌游泳，咱游泳一定拢是游泳池，一定爱踏会着地啦吼，因为咱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要沉落去，会踏会着地，咱就放心。毋过你今仔日踏袂着地游泳池，我相信咱一定真紧张。今仔日遮学生是踏袂着地的湖水，落落去是马上就无命。所以今仔日咱看见遮学生真惊吓，哇惨啊惨啊！咱可能要沉落去啊，咱可能无法度到水迄岸。今仔日竟然看到伫公园中间，看见竟然有人行水面来到咱遮，就是鬼怪同款，因着大声叫，哇足惊足过有鬼有鬼！但是耶稣讲，放心，是我毋免惊。你感觉拄着人生孤单的经验啊无？无说常常会接到电话讲某咪人发生车祸，请牧师赶紧去某某基金社。昨嘛是共款，我有一个将近要90几岁的老阿嬷，讲伊身躯足欠安尼，伫基金社我听到牧师互满咧，赶紧去到即个基金社去甲伊看，感谢主。搁活地啦吼，是讲身躯艰苦，我总行赶到迄个所在，伊真危险的时刻，我心内就真惊吓。所以咱看见当家属拄着车祸、拄着危险的时阵，拢会赶紧敲互牧师讲：牧师啊，我某咪人拄着车祸，请你赶紧来。有时牧师会比家属较早去到病院的所在。然后家属看到牧师来的时阵，因心内就拄着安慰，然后牧师就替因来祈祷。今日咱看见上帝予牧师一个真大的观点甲福气，就是伫每一个人上惊吓的时阵，拢有牧师陪伴伫因的身躯边，就亲像耶稣在讲：放心，是我毋免惊。然后牧师嘛要讲：放心，有我伫遮，毋免惊。所以真侪咱出去佚佗的时阵，拢真爱牧师对伫游览车顶面吼。讲今仔日坐伫即台游览车，然后牧师伫地，咱今仔日出门一定拢真安全，袂发生意外啦吼。常常听到会友拢安尼讲，因为相信上帝拢会保护牧师平安，亲像耶稣伫咱的尊顶同款，拢会当一切安全。所以咱看见伫明仔载应该是昨拜六的时阵，我看见东海大学、中兴大学，足热烈的，足侪家长拢开车载伊的宝贝囝儿去到宿舍，然后伫遐准备要住即个宿舍。咱看见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时阵，真欢喜啦吼。所以我牧师整一间教会是伫台北公馆教会，就是伫师大分部的门口。所以逐摆伫要开学的时阵，牧师拢会徛伫门口，伫遐底裊裊看。
一定拢会看见真侪人会甲牧师拍招呼，会甲牧师拍招呼，大家拢可能拢是基督徒啦吼。所以阮就伫遐会讲，纯粹分传单，欢迎讲，咱若带离即个师大分部的学生，会当来甲教会聚会。真正有拄着一个乔生，伊是菲律宾的一个读音乐系的一个姊妹，伊甲伊爸爸特别对菲律宾来甲教会咧找教会，看到学校门口有一间遮尔水的教会，因就联络讲是即间特别诚做我的查某囝的教会。所以伊伫即3天就诚做公关教会一个真好的同工，因为是音乐系，做伫音乐的部分会当互教会真大的帮助。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咱的囝儿去到外地咧读册的过程，甚至出国留学，咱敢会互鼓励咱的囡仔，你着爱主动去找教会，鼓励咱的囡仔爱去聚会。是咱的囡仔去到高雄，去到台北了后，哇，自由啊！爸爸妈妈拢看袂到啊！然后咱有去教会，无去教会，有时咱嘛毋知影，但是咱爱甲囡仔讲，放心，毋免惊。你若去教会聚会，你会熟悉着真侪新的朋友，放心，毋免惊。你若有问题时阵，若发生啥物紧急的代志，你会当找某面教会的牧师。爸爸一定有甲伊联络，牧师会甲你斗相共。所以咱看见今日咱讲放心，毋免惊。咱的囝儿出外的过程中间，咱教会诚做咱上大的帮助。所以今仔日咱看见有真侪外地的青年来到咱台中读册，特别立行教会对面就是台体大，伫即个台体大有真侪外地的青年。阮也诚做因熟练的家，互因会当伫教会来参加团契的活动。然后咱也看见咱家己的囝儿、牧师的囡仔嘛，捌去到高雄、去桃园、家人伫遐来读册。伫迄个读册过程中间，咱嘛看见其他的教会的牧者嘛诚做陪伴咱上好的一个老师。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若囝儿有出外，一定爱鼓励伊去甲教会聚会。若无你嘛爱陪伊去一摆，甲牧师伫遐互相来熟悉。第二句话，我们请小朋友再读一次好吗？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主啊，若是你，互我行水面到你遐。弟兄姊妹，你敢会讲即句话？可怜袂啦吼，透有可怜，我着行到要死啊！我也袂晓游泳啊，我透要晓行伫水面。所以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有时我会问真侪问题，讲为什么耶稣会当坐船，我会坐船要行伫水面呢？伊到底是要来表达啥物？第二项咱嘛看见耶稣行伫水面，但是连彼得伊嘛要行伫水面，为什么彼得伊要行伫水面？所以咱看见伫第一项，耶稣为什么要行伫水面？伫即段圣经才互咱来看见一个真重要一项，就是要互人看见耶稣是自然的上帝，大自然的上帝。耶稣嘛是上帝的囝。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伊讲着即个海是真可怕，就是魔鬼的所在。因为伊看到即个大风涌的时阵，船仔行伫即个海，咱讲加利利湖的顶面，其实因是真无助、真无奈，因无法度来做啥物救上帝来保护。所以当拄着大风涌的时阵，因真正讲哇，真正是魔鬼要甲阮掠落去啊！求上帝来救阮。第二项，咱看见耶稣行水面，互门徒来熟悉耶稣伊的神性。因真正确实讲，这就是阮军队的上帝，伊真正是上帝。所以耶稣讲是我，毋免惊。讲到即个是我的时阵，就亲像伫咱的出埃及记内面，上帝嘛安尼讲，我就是自有应有的上帝，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自有应有的上帝，我就是永远存在的上帝。所以伫即个圣经内面，要甲咱讲，耶稣就是上帝，伊是管大自然的上帝。第三项，咱看见耶稣透过即个故事，
要来体造学生的信心。咱会惊遐亲像要沉落去共款，耶稣伸手来扭咱的手，互咱会当伫风影中间独独来倚靠上帝。但是即摆你拄着灾难的时，你敢嘛亲像我着要沉落去啊，我着要淹死啊，我真正无法度啊。只有伫迄个真困苦挣扎的过程中间，你会当体会到上帝极大的安慰伫你的心内。第二部分咱看见，为虾米彼得要行伫水面？因为伊嘛较无主的同在。咱看见彼得讲：主啊，若是你，互我行水面行到伫遐，拄啊，毋是学生拢在讲鬼啊鬼啊有鬼哦。啊，为虾米忽然间彼得听到耶稣的声的时阵，伊就改变伊的心情呢？伊看见的，伊知影毋是幻想，伊看见的真正是耶稣。所以伫伊的人生的过程中间，伫迄个怀疑甲信心的过程中间，不断伫遐挑战，也不断伫遐来征战。所以咱看见，这是彼得一个真有信心的一个行动。咱知影伫圣经内面描写彼得是一个真冲动的人，想到啥就要讲啥，想到啥就要做啥。但是今仔日，伊听到耶稣的声的时阵，伊毋是要看，伊要来回应耶稣的呼召，要打出信心的一步。要说牧师要讲一个我人生的一个小故事，要来鼓励每个小朋友了哈。不知道以后你读书到外地住校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很害怕？牧师在高中的时候是在屏东的南州国中，刚好遇到我的爸爸也是王牧师，王宪勇牧师，要从南州教会换到台北的南港教会。那时候我很不想要跟爸爸搬家。我觉得我的好朋友都离开我了，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心里很舍不得，然后我心里也很忧愁、很忧郁，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跟着爸爸搬家换个地方呢？但是没办法，我还是很努力的踏上勇敢之路，从屏东来到台北的南港教会。那时候找学校的过程找得很辛苦。最后去到淡江中学，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到淡江中学，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南港到淡水非常的远，那个年代没有捷运，搭公车要换2班公车，要1个半钟头，所以必须住校。在住校的过程当中，我是一个转学生，常常被学长欺负，然后希望你们在学校不要被霸凌，不要被学长欺负。所以住校生常常都会站在广场上立正罚站，然后学长都会检查这个内务。他们怎么检查呢？就像军中一样，拿个卫生纸去抹你的桌子，抹你的地板，有灰尘，然后就要做伏地挺身。这个是不是在刁难我们呢？然后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爸爸说，我才9月去到学校，10月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不要住校，我不要住校，我好紧张哦，每次都被学长欺负。他们都不知道我是牧师的儿子哎。然后爸爸就到学校找那时候的校牧黄凤敏牧师，我一直很记得那个画面。那个牧师就安慰我说，人生都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这一次可以突破困难之后，你下一次的困难就会勇敢的突破。跟我说一次，人生都会遇到困难，但是突破这一次困难之后，下一次的困难也可以突破。今天所有东西都可以忘去，但是这句话希望放在你的心中。你的人生就像彼得一样，他突破他人生的困难之后，他就可以勇敢向前。我就很乖，就把这句话听进去，说好，我要突破这一次的困难。当然，这个校牧也有跟这些学长暗示了不要太欺负这个牧师的小孩啦就放手啦放的一个。就是让他可以顺利的通过，不要每次都要叫他做伏地挺身。当然，我就到那个学期结束以后，我就通车了，然后
还是要很辛苦的从南港坐公车，坐2班公车坐到淡水的地方。但是起码我完成一个阶段，说好，我在这个学期我还是要把住校把它完成。所以咱看起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咱拢会拄到无相款的困难。但是咱看见有时迄个困难，要真做咱训练咱信心的所在。咱若拢一直看伫困难，咱就会互迄个惊吓来甲咱吞没。但是咱若会当目睭看伫咱的主耶稣，咱会当完成咱人生无共款的任务。第四项，咱嘛看见，伫即个故事内面，互咱看见彼得，互咱学习一个真大的一个模范。咱看见学生所要看见的，毋是只有神业，毋是只有技术。亲像即个5块饼2尾鱼，你是看见耶稣足厉害的，会晓变魔术。也是你看见，咱爱学习去分享。伫即个行伫水面的故事的内面，你敢勇敢，敢踏出去，行伫水面的过程。所以伫即个过程，咱看见耶稣救主的一个行为。第3句话，我们再一起讲最后一句话：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当彼得在讲到主啊救我的时阵，你想伊表达出一个什么款的态度？伊承认耶稣就是拯救伊唯一的救主。其实彼得是一个掠鱼的人，伊一定会晓游泳。伊若沉落去，伊起码嘛要搁游一下。伊嘛会讲兄弟啊，紧甲我救起来，紧甲我救起来。但是伊就想着讲，我就是爱倚靠主耶稣。第2项，咱嘛看见即个真冲动的彼得，伊真谦卑，伊安尼讲：主啊，救我！即句话嘛要表达一个人，当伊啥物拢无法度，爱去承认家己的无助，承认家己的骄傲的时阵，伊就爱降服伫主的内面。第3项，咱看见耶稣伊对伫耶稣信任的一个真亲密。伊无讲啊，耶稣啊，若是你，请你帮助我，麻烦你一个哦，麻烦你一个哦。有时咱的会友拢真客气，讲啊，主啊，我足困难的，请甲我帮衬一下，互我会当度过遮个困难。其实咱祈祷感觉较客气，毋免遐客气啦吼，亲像彼得同我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真直接就讲出伊的心声。所以表示讲，彼得甲耶稣有一个真亲密的一个关系。最后咱看起，虽讲彼得伊信心真细，但是伊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伊真正跟对主耶稣的内面。所以今日用这3句话，甲咱兄弟姊妹3家来分享，咱佮将这3句话放伫咱的心内，安尼讲，耶稣讲，放心是我，毋免惊。第2，彼得讲。主啊，若是你，请叫我行伫水面到你遐去。第3句话，彼得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咱做伙3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透过圣经的礼拜，阮要陪伴每一个小朋友行伫因人生的道路。阮看见，毋知影阮未来会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但是，阮相信耶稣要予阮，亲像拄我所分享的即个故事，阮知影，阮若突破即摆的困难，下一摆拄着困难的时，阮就毋免惊吓。亲像彼得勇敢行伫水面，虽讲伊亲像要跋落去一样，但是耶稣牵伊的手来建立伊的信心，互伊会当继续勇敢来行。对耶稣帮助阮，突破阮生命中的困境，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咱用圣诗544首，主日学的学生来回应上帝的听，起立来吟。主
坐。今主日，咱的州部内底有奉献地，咧统一为教社部的教社事工来奉献。学生的当天有准备学生陈静、李幼玲、吴佩恩、杜慕恒。感谢天父，嘛感谢教会，
伫今仔日的主日纪念主日，和阮的小朋友来服侍，来进行礼拜。即马代表主日对旧年到今年的成功来对大家报告。伫2024年的9月，阮有去一日游是去有110年的历史的台北动物园。好，第二个，在12月的时候，圣诞的节期，有跟圣歌队一起合唱跟演出。好，再来，在2025年旧年的时阵，12年的大年初一，阮有4位的小朋友做关主。大家唔知啊，搁会记哩，这是台湾通的闯关游戏大家唔知有来厦门佚佗无好，再来，今年林牧师有加入阮的主日学团队然后就有进行这个每一个月的亲子悄悄乐的音乐活动我们已经在5月份的母亲节，还有8月份的父亲节都有做演出。也希望在12月能够有更精彩的表演。那在4月份，我们也有参与复活节的街头发彩蛋。好，再来，我们在5月份有一个亲子的讲座，是林牧师的用音乐点亮孩子的心灵世界。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结束的8月份的夏令营。那请大家来看我们精彩的影片那也谢谢佩青老师、怡珍老师特别对我们做很好的记录，我们一起来观看。好喜欢。
什么味道哈？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然后我们小朋友自己来演黑光剧哦。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然后这是小朋友熊期待水大地啦。感谢即届的活动吼，阮拢有17，阮拢总有15个童工一起来参与吼，大家同心合力完成这次的夏令营吼，很感谢大家。过来最后嘛，要特别感谢纪良长老、主佐长老、登科长老吼，伊伫爱台湾这个课程内面。和大家讲台语，互小朋友来学台语吼。阮的台语有进步无？有吼。校长的较无进步。哦，对啦，因为校长我讲互囡仔听，所以会一半一半吼。好，每一个早起时哦吼，大家咧做礼拜的时阵，阮的主持学老师嘛拢真用心准备课程，互咱的囡仔搁较认捌上帝。嘛，搁较体验上帝的听吼，多谢大家一直对主日学的时光的支持甲关心吼。上尾，阮要用这段影片做结束，这段影片嘛是阮每一个主日学老师甲学生的心声，多谢大家。请阮老师来记得，亲爱的主人公，今仔日是主日学纪念主日，而这特别的日子，我要感谢你，感谢你，阮细汉的时阵，就减算我做你的后生，互我一生会知对做的脚步来行。也感谢你，使我安全富贵的生活环境。阮会当快乐平安的学习甲成长，总是不管在家庭、在学校也是遇到袂着。阮常常会袂记你的价值，有时骄傲自尊，有时无听父母，也是老师的管教，有时面对无够努力，有时想自我。足用心来做这段影片吼，我希望父母上无伫食饭之前，会使和咱的囝儿同齐祈祷。好，咱即马来进行升旗的礼拜哦，升旗的典礼哈。我们先来看北森国小的4位小朋友因的成长影片哈。主赐给我不动摇的
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援助火烛。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信心让长江奔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好，这是第一位蔡云出成。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不见了。太阳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忧愁也不见了。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随时的宝珠。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心的满足。你的爱温暖我的心，充满我生命。我愿意一生赞美你，永远不停息。太阳出来了。首先恭喜你幼稚园毕业了，在这段日子以来，妈妈觉得你很棒，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最后祝福你，佩恩的智慧跟声量，令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一起增长。马上要念国小喽，加油！我们受到上帝的祝福，让佩恩有好的环境，让我一起跟妈妈、阿过，还有呢他自己，每天都有许多快乐的事情。佩恩，祝福你上1年级，快快乐乐的学习，快快乐乐的长大。还有上帝也会保守你快快乐乐健康，谢谢。永远不停息，永远不停息。太阳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不见
家的小妹侯以真，恭喜你要从幼儿园毕业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期待你有好的表现哦，加油！希望你可以每天快乐的过哦，像现在一样，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拜拜。彩虹，彩虹，弯弯彩虹告诉我，你永远保护我，以爱环绕我。接下来我们要看小帅哥杜慕恒哦。让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前夫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人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有神迹气息随着我。我是天赋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真正的迹象。我是天赋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奔流数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让我看自己渺小。 Hi, Ryder. It's Teacher Ben. You're going into first grade. Wow! I'm so happy for you, okay? I'm sure you will do great in the first grade. You have a kind heart, you take care of people, and you do what you believe and you know is right. Okay? 所以 Teacher Ben 要祝福你，你读小学一节一定没有问题。你心地那么善良，是个很照顾别人的一个人。所以愿神祝福你，在小学一级一切都顺利，一定会的。See ya，拜拜。嗨，慕恒，我是干妈，恭喜你升上小学。不知道你有没有超级期待的？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你带着好奇心，还有上帝赐给你的善良，还有体贴去交朋友，相信一切都会是很好玩的。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好好的长大哦。嗨，亲爱的社长，我们的慕恒，恭喜你，毕业了，要准备上小学了。希望你之后上小学1年级之后，可以跟最爱的耿鬼一样，有超能力，可以克服很多的挑战，然后也可以在主日学度过很美好的时光，有很多好朋友跟你一起玩，也感受到来自上帝满满的祝福。加油，祝你上小学快乐，继续努力，拜拜。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真正的技巧。我是天赋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奔流数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耶！有说啦，杜牧很算看看有几只宝可梦，然后奶七姐姐结婚那天他会送一只宝可梦给你哦。好，那我们现在要请牧师来进行升级典礼哈，有这4位小朋友麻烦到台前来，还有
家长一起来，好不好？我们请牧师来颁发礼物。来，那个允晨的爸爸妈妈还是姐姐也可以一起来哦。有吗？云晨的姐姐，她有2个姐姐哦。好，来，好，来，我们请牧师先颁云晨，这是家属是吗？对对对，来，云晨跟2个姐姐，姐姐来。好，来，云晨往前一步，云晨，蔡云晨。对不起，我们还没有上小学。好，来，请牧师来颁。好，好，那姐姐也可以一起来拍照哦。舒雨跟舒毅哈，这次也有来参加夏令营。好，哦，好，谢谢。好 ，OK， 好，往后退一步哦，好，再留一下哦，再来，佩恩，好，佩恩，请妈妈一起来，国妍老师，国妍，好，我们佩恩也要上1年级，很棒哦，越来越厉害，好 ，OK， 好。谢谢，再来，可爱的允珍，哈，来，请爸爸妈妈、明典老师跟雅婷老师，最可爱的允珍哈，哥哥姐姐要一起来吗？对，他们都是全家出动哦，很棒。姐姐呢？哦，还有哥哥跟姐姐。好，来，谢谢，再留一下哈。来，木恒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最可爱的阿童哈。来，哇，很棒哦，木恒也要上小学了。好 ，OK。好，那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一起跟牧师拍一张照片，好不好？1年级的要升小1的，好，来，姐姐好。小1升了，好，那现在我们要来
永远都支持你。希望呢，你可以永远的依靠神，就算你遇到了什么的挫败的话呢，就不要忘记有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哦。嗨，我们家的大哥你好，你已经要从男孩变成青少年了，希望你会在国中的时候很调皮，能够保持好状态，能够用功读书，成为家中的好帮助，加油哦！拜拜。拜拜。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好，那我们请牧师来颁允恒的圣经哈，希望上帝的话能够陪你走未来的路。请林牧师为我们主日学做祝福。咱这个时阵，咱做伙来为着这的升级、这的小朋友，这国中生，这个升级对来讲是一个真大意义，人生一个新的开始。咱伫这个所在，咱做伙来为你祈祷，也为咱的主日学的事工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面前。你赏赐阮都是教会有遮的囡仔，伫即个所在因快乐、欢喜、平安，伫主日学中间来长大。伫即个时阵，也有蔡云成、吴佩恩、洪允珍、杜慕恒、洪允恒因升级，伫因生命的旅程中间有一个新的学习甲开始。愿恳求上帝你真做因一生的帮助。互因伫年岁，甲因的身躯若长大的时阵，互因也有对上帝遐来的聪明智慧，毋若伫因的伫世间顶面所学习的来成长，互因伫属天属灵的学习也来成长。愿恳求上帝来帮助，也看顾阮主日学校长、老师同工因。用心尽职，每一个礼拜，伫即个所在，伫遐来教导囡仔信仰。愿恳求你，也互遮个老师、遮个同工、校长，也有对上帝遐来的忍耐、耐心、疼心，用主耶稣基督你的心来疼惜即群囡仔，互因会当欢喜来到伫阮的主日学，伫即个所在，也有欢喜快乐的学习。互因伫细汉的时阵，伫年轻的时阵，就会晓来明白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做因的生命。因渐渐大汉的过程，伫遮学习服侍，互因来成做光，成做盐。无论伫家庭、学校、社区、教会，拢会当成做上帝你所要重用的器具。愿为着因来献上我的感谢。祈求，我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来做简单的报告。咱看周报，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伫周报第3面。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马太福音14章27到28节，请。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马太福音14章27到28节。
耶稣随时甲伊讲：安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马太福音24章27到28节。本周自会表礼拜事项表，请咱同工弟来看。第4面才有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教社奉献主日，中会派王丰盈牧师来主持礼拜，代表教会感谢伊的变化。第二，今日是主要纪念主日嘛愿兄弟继续关心咱教会主题的宗教教育，甲因的信仰的生活。第三，礼拜后有伫1楼副堂有中职训练，请中职劳部。第四，上联者有选举的结果，会长陈秀芬、副会长蔡梦怡，委员有7位，请咱来致意原主来祝福。第五，9月初1甲初3，医院牧师要伫新竹圣经学院来参加会议。第六，拜三祈祷会是信息小组甲职责小组来为因代祷，欢迎参加。第七，9月13拜六，才有2025年中职同工的灵修会目前有34位报名。第八，咱的联科长老会补充报告。第九，这是奖学金的部分，甲9月7日截止。第十，各单位甲团契将后一季10月甲12月学生轮值表甲自费表会记哩伫9月14进前交予干事。第五面则有团契的甲小组的消息，咱家己来看。第六，则有关怀协会遗体关怀会友的动态。第七面奉献若有错误，免客气，向财务组来反映。这平安，咱伫定伫10月19，咱有要举行野外礼拜，请咱来看这张图吼。这是这个礼拜堂是伫1996年启用的吼。这间西潭教会伫台山县啦吼。有兄弟甲我问讲会行车无？这平路啦吼，台山县台山县边吼，斯坦教会伊伫1873年由马街牧师伫遐传道理伫遐设立即间教会吼。头先是草寮吼，经过有地动有啥，即马上新的建筑物咱看到吼，1996年的9月28启用。目前的牧师是林丰明牧师吼，咱教会要去伫遐来做野外礼拜，来看马街牧师伫遐传道的过程吼，咱第后一张，吼，即个我有去探查吼，林丰明牧师讲，即只狗逐礼拜拢有去做礼拜吼，来过来看后一张吼，来，这伊遐内底有彩绘吼，倒边即边吼，即张就是迄个马街博士伫遐板喙起的灵经树吼。即丛还搁伫遐100多年前，马街博士伫遐咧板喙起的情形吼，你看迄是彩绘，即边是迄丛灵经树，还搁有伫咧，咱会当去看吼。好，搁来后一张，吼，这是咱中昼要伫遐用餐的所在，只往远看去吼，就是迄丛灵经树吼。搁来，吼，这是我参这咱有要导览吼，这是迄个乡长吼，船长啦，船长吼，嘛是教会长老要甲咱导览。过来即位就是林丰明牧师吼，伊伫遐牧会，有社区的图册馆过来，吼，这是社区有介绍马街博士因规个砖头拢是彩绘吼，拢彩绘，你会当看到马街博士伫遐传道理，客家庄真歹传，伫西潭教会目前因2024年。下礼拜人数是24个，吼，过来后一张，吼，这拢这咱过来带咱去迄个
附近吼有一个叫厨房坑，即个是中国石油吼，伫遐开垦吼有木石油出来，所以讲我会将分一支鉛笔啊，互恁去遐挖看有石油无吼。啊，这为这爬架起来拢挖会着吼。啊，这内底吼来搁有一张，搁有一张，吼，这无啊嘛，无啊吼。迄厨房坑吼，迄个主要会带咱去遐是，咱礼拜煞啊，伫迄个斋堂用餐了，咱会来遮。遮有一个特色啊，啥物货你知影？吹冷气啊，吹冷气嘿，咧只有陈列馆哦有冷气，啊，搁有通买鸡仔冰咧，啊，搁来咱会带咱兄弟来去苗栗的客家文化园区吼，遐嘛有一个特色叫做吹冷气，吼，拢有冷气吼。啊，主要咱即届野外礼拜目的，主要是要去看百外当前马偕牧师怎样伫西潭即个所在伫遐传福音，啊有真济彩绘，吼，啊伫遐了解讲百外年前古代的传教士怎样伫台湾努力，咱爱接续即个棒子啊，吼，即个吼来传扬福音，这是主要即届野外礼拜的目的，啊，甲大家报告，啊，望大家紧报名，啊，互阮主办的单位吼会当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多谢。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中间敢有新来的朋友，我来甲你欢迎。好，而且咱做伙来为着咱的集体、咱的教会，或者是为着咱家己，咱伫即个所在，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伊被上帝，阮伫你面前感谢你，暑假假期将要结束，才会青少年、小朋友，才会青年朋友也将要开学。阮大心要伫主你面前来恳求你，保守遮个囡仔会当平安健康、喜乐来大汉。因为阮知伫即个社会中间，现代囡仔因面对侪的挑战。阮恳求你，互因有上帝的灵伫因的心中，有上帝道伫因的心中，来成做即因生命道路的光灯。恳求你帮助阮笃行教会，遮个青少年、遮个少年小朋友，互因会当有徛在好的信仰根基伫因的生命的道路中间。因为遮个拢是10年后、20年后、30年后，阮笃行教会的条件。主，阮恳求你，伫即个时阵，阮就必须爱为着遮个囡仔来为因拍好信仰的根基，提供因好的信仰学习的环境。恳求你来帮助，互阮同心合意，互阮会眼光，毋是干那看伫现在，互阮会眼光，毋是干那体贴家己的眼光，互阮会晓得超越阮的目睭所看到，会晓来体贴圣神你的力量，会晓来体贴上帝的圣神对伫阮现代教会所要启示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注重着遮个青少年、遮个小朋友因的信仰，换每一个家庭也愿意付出安尼的代价，为着遮个家己家庭的青少年囡仔来为因祈祷，付出家代价，陪伴因，带领因伫信仰因的中途。伫即个时阵，阮也为着个在座，或者是无来伫教会遮个年长、病兄弟姊妹，因的心，恳求你，互阮搁一摆来倚靠上帝，来成大事。伫病痛、患难、困苦、忧闷的中间，阮永远掠牢阮甲主你的关系。
恳求你用你家己的话来引带阮，来安慰阮，来成做阮每一个人伫软弱欠缺中间，阮要求会向来倚靠上帝，因为只有倚靠上帝，阮才会当行主你伫阮的心上，伫阮的教会，伫阮的家庭，阮的社会国家所要行的每一项事，阮将阮每一项事带到伫主的面前，帮助阮确信耶稣基督是阮生命救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这时阵，咱做伙彼此来互相亲安，咱做伙来吟这首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上用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安慰陪伴咱行过人生每一摆的风险。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相信主耶稣要帮助每一个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